台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为着提升执法效率，添购50台电动警用巡逻机车，配备用警示灯，车身前后拢加装行车记录器，方便警察巡逻的时阵拦查修正使用。这批机车也伫咧27号正式就路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让警察一方面巡逻的时候，能够让民众增加见警率，一方面他使用机车的时候又能够为环保尽一份心力。那这点我们是非常谢谢警察局能够用很高的效率能够采购完成。台南市府特别动用第2预备金450万来添购这批电动警用巡逻机车。市府未来将这支为警用设备的更新甲采购全力支援，提升打击犯罪能力。因为二倍金结算的时候，已经是很晚了哈。那但是也谢谢官方机车，在很短的时间，我们用共同供应契约，直接采购的方式，能够让警察局得到在过年前，这也是迟来的耶诞礼物，也是这个过年新年的礼物，能够让我们警察同仁能够有新的巡逻车。巡逻机车可以用。市长柯伟泰也亲自试骑电动机车，后座议员林彦竹也比大舅母学了，感谢所有警察对台南市的治安交通的辛劳付出。警察局表示，这批机车将分配到第1分局、第5分局、兼因控分局。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。